友呢，从一隻年代啦，而講起追星啊、追明星、追歌星，係好平常嘅事。睇你喺60年代呢，就唔同啦。1958年啊，就求咗班三八八十六中灣宮隔離有3間店，第一間就亞百貨嘅莊建安藥行，中間呢間就金華雜貨店，第3間呢就係聊天茶室，好出名嘅聊天茶室。啊，當然呢，我在班三八別致小學讀書6年級。有日放學咧，我嘅班長啊，佢妹仔嚟咧，同佢講：喂，呢度我舉行第1屆亞洲影展，好多明星來啊，我帶你去追星兼明星相。哇！就是一聽到學生前言啊，林翠啊，林翠有來哦，哇！唔顯得乜嘢咯？哇！當然林翠唱首歌，喊得圈圈歌啊，大家圍個圓圈圈，圈圈圍得圓又圓，寫都終於唱咗首歌啊！直接就唱埋，就後嘅同學3得嘢斜去，即係先上啲6點前嗱，搭巴士得3點前，搭東方巴士去到火車條，落車去到對面有間酒店，到泰華酒店，哇！真係好多人來看明星咯。睇你大部分咧都是學生來，嗱，當時明星除咗林翠呢，還有尤冕啊、李梅啊、林黛啊、林波、丁玲啊、丁靠。丁靠好長條款啊，後來呢係嫁俾門東醫院太子啊做老婆。男明星呢，除咗張揚、李鎮啊，還有金漢啊、張青啊，還有好多都唔記得佢咯。嗱，上到劉松呢，各年各次呢，啲熱明星呢房間去攞相啦。哇，當時啲明星真係好冇價值哦！哇，一盒盒嗰啲 postcard 嘅相啊，就派面嘢了啊，任派任人都夾。一間房間都出咗明星，哇！間房間都很多人呢，嘿，講起來真係好興奮啊！哇，這件事真係快樂唔止時間過啊！一直到4點鐘上去打電話做冇卡，啊！去到間房間嘅電話和太陽電話都冇聲打唔通嘅，而且係12歲裏面跌到酒店嘅電話，結果 operator 接線都打嚟同出去直播嘅，哎喲，就冇打到電話做卡啦，好啦。屋卡發生大件事咯！我同學阿麥咧，出來點到潛阿麥，佢問阿麥：阿師，我呢次係咪同阿收一齊哦？放佢學都盲做屋卡嘅。哎呀，阿師，我以為我呢次欠有卡聊天，同阿呢次做打交呀，弊都弊家伙咯！兩隻阿麥照學堂嗰啲潛，學堂咁茂啊，要照啲闊浪潭嗰啲潛。同時喺度嘅游水尖試去，而講睇見事冇，結果潛咗30鐘條都潛唔到，跌馬到了報案啊！嗱，要講真係咯，一直到6點咧，係唔記得屋企人擔心到處去潛下了喎，嗱到結識咗明星相，再潛到我同學一齊搭巴士做啲班3巴，喺之前都差唔多7點啊咯，一點門曉，哇！我哥我老母喺度太生氣喎！阿媽，阿嫂再來咯！嚇，發生咩事哦？咁緊張咧？阿媽要朝王出來就罵啦！你一隻死仔包，而放學唔做路卡，就會嚟會來，係就熱血冚唪唥講車出來咯！哇！集可能係攞到面線相，集都斬滿愛哦！哎呀，睇到啲後款戲啊！你看到面線相，全部都偶像嚟喎！喺天時啊，面線相好出錢啊，有錢都買唔到呀！啱啱看到眼有前面，而家望見螞蟻，時間又看你寬。好啦，天英兒去到學堂，我嘅哲學老師第1集都嗌出嚟，張少玲你出來，哇！聽說你昨天去追明星啊？唔識講啦，起堂起咗雲集總條，上到62年啊，係邊係抄落呢張相片？而家你看下啊！學生前面林翠，還有李梅，李梅幾位男明星呢？張揚啊、張青啊、李鎮啊，你睇，就呢幾張相片咯。其他呢都變親戚啦，啲朋友減曬咯，都好啦。回憶起來啲呢，想起當年嘅追明星呢，真係一夜成名啊！張少玲出來！